岛国小的师生1个月前所种的彩色稻仔田，已经形成一个大鸟形。最近，学生佫趁到落田扫草的机会，来观察到稻仔田的生态。这对囡仔来讲是新奇的体验。 用空翕影片彩绘稻仔田的图就真清楚，这是大约1个月前北投国小的师生甲家长，佮有社区亲手种出来的成果。经过公开定图，利用乌、黄、绿、白4种黄的配色，打造果水的鸟形图，学校嘛照图来展现阅读的特色。就是要透过阅读，从台湾出发，能够望眼世界。除了甲鸟形做伙翕相，师生嘛趁机会来观察稻仔田的生态。大概进入田园对囡仔来讲，拢是新的体验。拔草很好玩，因为可以体验农民的辛苦。太软的泥土，脚伸下去还会陷到里面。过去我们就是结合社区的一个产业，那推行这个种稻的活动。这年来推动食农教育，彩绘稻仔田加做北投国小的特色。学校嘛感谢真侪人的协助，逐年才会当顺利来完成。到11月底收成进前，欢迎大家做伙来观赏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